油品暑假以後，擔起率先專國推出安心標章，希望獲得業者先選擇自主管理無用有問題油品。不過因為標章認證嘛是全面檢測合格，後續政府也需要抽驗，所以議會是按專案報告，議員紛紛質疑推出安心標章，民眾敢真正安心。現在看到不管是什麼胡麻油啦、苦茶油什麼等等的一些油品，我們當然對於這些大廠，我們要積極的採驗以外，針對這些中小型的業者，我們的做法當然局長也講了很多，但是我覺得民眾還是有一些擔心，然後尤其你剛才說，可能今天又有這個苦茶油會有被公布的狀況，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針對當然我們未來其實食品安全這件事情是零容忍然後一定要做好這些把關的動作。你一個標章，大家議員的服務處攏囥，只要是店家來個會當摕，大一張單，迄張單是代表政府呢。這個換來是什麼？我們希望他們還是自主檢查，所以是你自主檢查，你換一張標章，你是跟誰交代啊？你們這個安全標章的公信力究竟如何？也就是說，你剛剛有講，跟報告時有講，你安全標章貼了，你們還是會去做檢查。對。但是有沒有可能你的安全標章跟你檢查出來的結果是不安全的？這個不可能。安全標章的部分，因為在每一個問題有的批次都會陸續做公布。那我們也希望是說，最主要是下游的販售業者，他並不是在我們製油廠的批號檢查的這個對象，所以我們希望他先做自主管理。那我們會組成一個聯合的稽查小組，包括我們的衛生局、還有消保官以及經發局等等的這些成員，依照我們安全標章的張貼，還有他批次號次的一個公布，再進行所有的複檢工作。面對低價油品的風波延續，在專案報告前，台北閣傳出有新的可待油被驗出苯偏比超出標準。對此，市府強調，日後就是擴大油品項目的考察，成為常態性的經驗。現在台北市今天最早有發現永豐餘所製造的這個苦茶油裡面含有一些檢測的部分呢會不合格那不合格的部分，我們因為它大概是900多瓶。900多瓶裡面有500多瓶是放在倉庫沒有賣出去，所以應該是只有剩下200多瓶的這個苦茶油，所以應該已經處理結束了哈。那我們還是會針對現在在販售店裡面尤其是議員剛才所關心的我們的這個安全標章，我們也會特別把這些可能的有疑問的批號放在這個標章的複檢項目，也就是說我們會再去抽查，如果你在販售的過程裡面有這些批號的油，不管是苦茶油或者是中聯其他的一些批號，我們都會要求它下架。那這個安全的標章，我們也就不讓它做張貼。當政府制度無法度有效遏制不法，民眾就無法度完全安心，所以只寄望公權力對源頭把關。台南新聞，顧吉張偉忠採訪報道。